大家好，我是季晨，在《拐个皇帝回现代》里饰演孝文帝李欢。1月30日下午1点到2点，我会在乐视网《拐个皇帝回现代》跟你一起来弹幕，不见不散哦。大家好，我是袁中芳。1月30号下午1点到2点，我在乐视《拐个皇帝回现代》跟你一起来弹幕，记得要来哦。哇！那些魔头终于甩出去喽！瞧你那样，当年把我卖到这窑子里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这么得意啊？笑什么呀？姐姐，姐姐，肖兆业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们以后怎么联系你啊？你还会管我们吗？你不是有我的手机号吗？有事你就给我打电话。手机会用了吗？我早就学会了，你的号码我记得很熟。你跟他们几个说，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，不然容易像精神病一样被抓起来。我知道的。那快回去工作吧，好好工作啊！姐姐再见，拜拜。遥控器再见。小兔崽子。对了，那几个小炮军安置好了吗？还在安置呢。尽快安置好。小凤，你看，我这好几天都没有回来了，我都想死你了。你有没有想我？我也好想你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这么乖呀？真乖。开门吧。好好好。当当当当，叶哥哥，佳妮，我给你送衣服来了。哦，快进来吧。小芳，佳妮给我送衣服来了。小芳姐姐好。你好，坐吧。坐吧。一哥哥坐。坐。是这样子的，叶妈妈帮你定做了一套礼服，让你去参加安扣的60大寿穿的。叶妈妈让我把它带过来给你。叶哥哥，你看，叶妈妈每次帮你定做的礼服，你穿起来都好帅呢。那我先收起来了。要不我煲个什么汤给你送去实验室吧？哎呀，不用麻烦了啊。没事，喝点水。来，佳妮，喝点水。谢谢。小凤，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没有啊。一哥哥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小凤姐姐，我们后天见了。那行，那你先回去吧，我们后天见。一哥哥，你送我一下吧。好，那小凤，我送一下佳妮，马上回来。真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爸妈今晚赶回来，司机去接他们了，家里另外一个师傅去接了我爸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，所以我让一哥哥送我一下，
小凤姐姐，你不介意吧？快去吧。行，那我去了。走吧。我已经帮你订好了礼服，叶佳，你知道吗？小凤，你还没睡呢？个性还差一点，很快就好了。小凤，明天是我爸60大寿，你跟我一起回去吧，顺便也可以见见我爸。我怕我去了，会惹你母亲不高兴。小凤，是不是我妈对你说了什么呀？没有，我还得写小说呢，不能让我的粉丝失望啊。叶佳，不是我不跟你去，我是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好，怕你父母不认可我。小凤，我又不是傻子，我能看不出来吗？我妈在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你不高兴了。我妈这个人，我太了解了，只怕无论你怎么做，她都不会满意。她看好的是女孩子家的背景，她会想尽一切办法来为难你。这次我就不去了，下次一定陪你去。毕竟这回是你父亲的大寿，肯定会有很多记者的。我如果去了，再惹你母亲不高兴，闹出什么新闻来，大家都会不愉快的。小凤，明天啊，你就早一点回来，我在家等你。那好吧，那你别写太晚了，早点休息。我先去洗澡。爷爷好，生日快乐，爷爷！你好，欢迎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里面请。你们来了，进去坐会儿，等会儿去找你们。哎呀，老爷子啊，哎恭喜恭你好喜啊！祝你福如东海，寿谢比南山。张太太，谢谢里面请。太太啊，里面请。哎呀，老爷子生日快乐！欢迎，里面请。哎，你好。哟，李总，叶总，生日快乐！里面请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你好，叶总，生日快乐！哎，你好，张太。你好，欢迎。到里面先坐一下啊。
哎呦，张总，你亲自来了，可真好啊！您好，叶太太，谢谢，您好，您好，谢谢。您好。哎，叶伯伯，哟，三姐你来了，三你来了，生日快乐！谢谢谢谢。叶妈妈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来，三姐抱一下，抱一下。帅了，待会儿聊，里面请。小姐，请。哎，生日快乐！欢迎欢迎光临，生日快乐啊！谢谢谢谢谢谢。你好你好，里面请。我带你过去。大哥，三弟，爸，李欢来了。伯父，李欢来了。您的身子越来越硬朗了，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自叹不如啊。李欢，叶波能交你这样的朋友，我对他都刮目相看呢。伯父，能交叶波这个朋友，是我的荣幸才对啊。好，祝伯父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谢谢。哎，李欢，你先进去。那个不是超级帅哥李欢吗？恭敬不如从命。哎，是啊，对，老爷子，到时候咱们哥俩一定要多喝几杯。哎，你没发现他跟叶波的神态很相似啊？哎，李欢，你怎么没带女伴来？我还没女朋友呢，等我有女朋友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带来见你。哦，确实有点像，但是气场可比咱们叶波大多了。等会儿你要看中哪家千金，告诉我，我当场给你做大媒，好吧？谢谢伯父了。不过我可没开玩笑哦。李欢的气质倒是跟老爷子有点像，不会是老爷子的私生子吧？说不定。爸，圆圆来了啊！哎，圆圆，叶伯伯好，真好，我来介绍一下。圆圆是我未来的儿媳妇，叶波的未婚妻。她呢？你好，是我一位世交的女儿，刚从法国留学回来。哦，叶波，你带李欢先进去转转。好，来，走。圆圆，见过你伯母。圆圆，来，你来了。伯母您好，好，我带你去见其他的伯伯婶婶。来，好，我们先过去吧。三弟，你这个未婚妻从哪里冒出来的？芬妮哪去了？大哥，选择芬妮，老爷子会吃了我的。其实芬妮对你很好，你跟芬妮真的结束了？她为了你连事业都放弃了。是啊，大哥，在这个家里面，我只能接受家里给我安排的女人。老爷子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，我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，否则我就会被老爷子扫地出门。任总他们过来了。哎，哟，李欢，任总你好，又见面了啊！这是我太太，这位是李欢，电视里面应该见过的。你好。你好，真是比电视上还要帅啊！任太太也是风姿过人。谢谢。今天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日子呀！来，我们来碰一杯。来 ，Cheers！ 这个哥哥好帅啊！对啊，这是李欢啊，是李欢啊！我们合个影吧。来。
叶哥哥，佳妮，你来了。叶哥哥，你今天好帅。佳妮来了啊！叶妈妈，不好意思来晚了。你看你真是漂亮。佳妮姐，你今天好漂亮啊，裙子和表哥的礼服好配呀，真是金童玉女。哎，你爸妈呢？啊，爸妈他们去接大伯父了，估计会一起过来吧。太好了，圆圆和安妮他们都在问你呢。啊，圆圆回来了，你们先聊。好久不见了，我等会儿去找她。陈太来了，叶太太好久不见了，最近还好吧？叶博士，叶博士，叶家好久不见。叶家，你好。这位啊，就是叶总的公子，年纪轻轻已经是博士学位了。大哥，大哥，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？啊，你那些粉丝呢？今天美女不少啊，真是美女如云啊。那，你刚刚说哪个美女啊？那边。哦，他们在那儿呢，我带你过去，走。哦，哈哈，这个美女大哥可享受不了。林佳妮，我哥的未婚妻，我妈亲自给她挑的。哎，你看看，她跟冯峰比如何呀？叶家什么态度？切，叶家什么态度？在我们叶家，从来就没有个人态度。你看，他不是也不敢把冯峰带过来吗？我还指望着他能跟我们家族上演一场对战大戏呢。不过，冯峰是没什么机会了。那边叫我，我先过去了。叶哥哥，佳妮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你不开心吗？没有，这人人都这么开心，我怎么会不开心呢？那就好，你少喝点酒啊。表哥，你在这干嘛呢？珊珊。哦，三叔博士好。佳妮姐，我们去那边玩吧。叶哥哥，那我先走了，你少喝点啊。好。三叔博士，拜拜。表哥，我们先走了啊。走吧，佳妮姐。
然决定在了前设，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